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今日咱互相来研究一个台湾话趣味的所在。国情先来举一个例，咱若咧形容讲一个查某囡仔，人伊生做真好看，咱会讲吼，哦，伊鼻目喙真灵。这句我相信百面你捌听的啦。啊，鼻目喙就是讲五官。生做拢安尼整齐，是咧咱看到就讲伊真正水就对啊。啊，鼻目喙这3字，就是五官内底3项接做伙讲，鼻啦、目啦、喙啦，3字塔做伙咧表示啥？表示一个大范围的描写。啊，这是名词哦，鼻甲目甲喙拢是名词哦。那形容词这款3字的愈侪，高正先来举，咱台湾歌谣内底有一条讲，想厝的人。心酸软疼，相信讲你捌听。酸软疼这3字，原来形容词，酸甲软甲疼3字夹做伙，迄种感觉，我相信朋友你是讲出来，你就会体会讲，哦，用台湾话咧描写代志，真正至精至美，真正描写甲对咱的心肝影内底去。有影呢，国情啊，这酸软疼讲出来吼，别话唔免阁讲啊啦。其他言语拢假啦，就3字尔啦。酸软疼解说了1000里草，唔只人讲吼，做医生爱先来学台湾话，因为若这爸啊、母啊、骨轮、骨脈咧讲酸软疼的时阵，你就爱体会呢。这是足复杂的体会感情伫内底，3种感觉夹做伙讲，才讲酸软疼。过来，同款形容词，国情过来举一个例，原来咱台湾的歌谣一条讲，朋友你若要爱风骚，就爱会堪得腰肝高。哦对呢，这条歌吼嘛真趣味呢。啊，朋友你会堪要爱风骚，就爱堪要腰肝高。腰就是讲吼，这顿无食，拖落到下顿，安尼叫做腰啦。咱讲腰了过顿啦。寒免讲，无衫的寒，咱就捌开讲过。当然，这无衫的寒是2种的解说啦吼。搁饿咧。饿甲腰有啥无共？朋友，咱小来甲想一下。若讲腰，国情头拄仔咧讲，这顿无食，下顿就腰啊。啊，若连续2、3顿无食，咱讲腰肌失顿。若饿，才有一个专家咧分析，就是讲五谷欠收，行到倒位拢无通食，人毋则讲会饿。饥荒的时阵就是饿，毋则台湾话有讲哦，迄个人饿死。但是咱吼无咧讲吼，迄个人枵死，无啦吼，因为枵死是咧强调，袂说讲我较含的讲要枵死安尼尔，毋过讲饥荒的国家真正有足侪人会饿死，解说就是这，毋则讲我会堪得腰肝饿，3字形容词嘛，佮摆做伙。过来，国情佮讲一项，你讲国情啊，你咧讲解文说字吼，话爱讲较慢的，毋通讲遐紧啦。你若讲了伤紧，讲了紧接快，安尼吼有当着啊吼人客就听无。紧接快嘛是3字塔做伙。啊，国情啊，连续3形容词解说来到遮，咱就会当理解，会当理解讲形容词3字塔做伙若用了好，心意咧描写会愈加强，佮愈清楚。